尽得生命中上重要的选择。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大家平安，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阮做伙聚集伫你的圣殿，我要亲近你，你是阮的阿爸天父。所以恳求你用你慈爱的面来看你所有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伫上帝你的圣殿来亲近你。做阮的帮赞，做阮的利益，就求你将智慧的问题甲答案，赏赐互阮的细囝，也赏赐伫阮的家族甲教会。所以，阮伫你的面前恭敬来亲近你，恳求你对阮来讲话。愿将阮的心门安尼拍开，会将你的圣殿交行伫你的手中。愿你掌权，坐伫宝座顶。愿你用你的阳光甲圣神来充满伫阮的中间，阮恭恭敬敬伫你的面前做伙聚集的时，阮宣告你是教会的头，你是阮的主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啊，这咱今日要做伙来思考，也发出一个对咱的一生中间上重要的祈祷。咱的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代志，这毋是一个随便凊彩的问题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讲：主啊，我一生上重要的代志到底是什么？咱嘛问咱家己讲，咱抑阁欠缺什么代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一生的中间，对少年到年老。所听啊，这做选择毋是少年人的专利，连老人嘛有这种的福气。所以所听的弟兄们，今仔日这个问题对咱来讲足重要。特别今仔咱所读的一句话讲：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。愿所听的弟兄们，咱拢讲阿门。在我一生中间，免遐尼济。独独若有一项应该满足、应该得到，安尼就够了。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。马大甲玛利亚是两个姊妹啊，但是咱嘛会当看做同一个人，就亲像咱内面有理性，伫咱的心内嘛有感性。有时咱的理性就亲像马大，但是咱的感性嘛要亲像玛利亚。所以今仔日无论耶稣甲马大讲的话，甲玛利亚讲的话，拢是甲咱讲的话，所以今仔圣经只有3句话，一句伫诗篇，2句伫马太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知，我一生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，就是冷静、敬虔学习。我要安怎为着我的一生来做选择？愿天父上帝圣神赏赐咱智慧，特别愈年长的兄弟姊妹会记得。你要去见上帝下面的时间愈接近，这毋是禁期，这是咱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时刻。咱的年纪哪加天的时，咱应该愈清楚、愈有答案，准备咱家己，带着一种的欢喜、平安，准备咱的心。有一日咱目睭铁金的时，就是看到上帝家己的荣耀的面。就是像顶礼拜我甲咱分享迄个 Fanny。Crosby 迄个姓氏的女作者，虽然伊3岁就青梅，但是伊活到93岁，亲像希罗的阿嬷。当伊目睭天开的时，最后迄个时刻，上帝伫天堂荣耀接纳伊的查某囝。一个人一生虽然坎坷，肉体虽然无方便，但是伊的生命内底充满真水的祈祷书。伊所写的祈祷书后来就成做圣诗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问上帝：主啊，我的将来会怎样？兄弟，你有好奇吗？若是人对家己的将来拢有好奇，对无？但是世间人有个人去问啥物人？问
算命的。所以，弟兄们，咱的命伫上帝的手中。圣经甲咱讲，连恁的头毛，上帝嘛算过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伊讲毋免惊，因为恁比赤鸟啊更加宝贝。恁的头毛连上帝，上帝连恁的头毛嘛算过。意思就是上帝清清楚楚知影，咱的今仔日甲咱的将来。那这你相信吗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的圣神帮助我。咱每一个人拢只有一条家己的路，这条路毋是别人行的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条人生的路，是咱家己单独。上帝甲咱定着，甲咱计划。我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学习做一个真正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选择咱的人生。咱的人生有真侪选择，兄弟姊妹，牧师毋是清清彩彩写这几句话。那通，请恁到了，你阁斟酌想这几项代志。咱会通选择信仰，有人选择不教，有人选择道教，但是独独咱选择敬拜主耶稣基督。有人选择家己做家己，自私的家己，伊的世间就是伊。所有利益都用家己最中心，但是基督徒毋是，亲像耶稣基督放落家己，选择上帝的路。有的人选择成功，但是对成功的定义并无真清楚，或者讲大家无同款。这个世间所讲的成功，可能就是赚钱、做大官。伫社会有地位，可能学历真高，但是圣经耶稣所讲的成功，到底是什么？耶稣所讲的就是人生的使命得到完成，叫做成就。耶稣并无用成功这个字来甲伊身边的人。有的人选择国籍，有的人做台湾人，有的人爱做中国人，有的人爱做美国人。大家人有伊选择的权利，但是基督徒选择什么？基督徒选择做天国的国民。新的国度就是用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做咱生命的选择。当然，还有其他选择穿什么衫，选择穿什么鞋，甚至选择你的婚姻的谈判，选择你的朋友，选择要做什么人。也这最重要就是选择我是什么人，也这对不对？在上帝面前，我是什么人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当心咧做礼拜的时阵，上帝圣神祝福咱，互咱的教会，因为咱做伙存在，人看这间教会就看到上帝家己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。无同款的选择，多元的色彩，就成做伫空中的彩虹。主帮助咱的教会，咱今仔日安静恭敬做伙来读圣经，也求圣神将圣经写伫咱的心头，将伊的话刻牢伫咱的心中，一生无袂记得，好无？愿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，所以马太。耶稣甲马太讲：你爱选择甲你妹妹同款，人生中间上帝要予你的上好的福分。人问耶稣基督讲：什么？我的将来要安怎？耶稣甲伊讲：你的人生中间有优先次序。伊讲：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将咱的疑问，将咱的期待，对心中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有听到彼得，伊军队里，伊足诚实问你讲，我已经放落所有一切来专心军队里啊。那安尼主耶稣，我的将来会怎样？在座的少年兄弟姊妹，
愿上帝圣神，互恁伫祈祷的中间足大的恩典，无比上帝将恁的路报明伫恁的人生，互你一生无悔一条路，对少年行到年老。兄弟姊妹，无有比这种的赏赐搁较宝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的人。一个少年人伫圣经中间，最后足可惜，伊伫人生的赛跑中间走到最后要压线，就是到最后终点，伊只要最后一步路甲打落去，冲过的时阵伊就完成啊。但足可惜，伊走99步，最后一步伊无完成。因为这个少年人问耶稣讲：“我着做什么？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放落你的变卖一切来跟对我。”这个少年人忧愁，因为伊有真多的家业财产。圣经讲不要守护着理想好看，兄弟会记得这段圣经吗？有真多伫咱人生中间的甜半。耶稣甲马大讲：“马大，你是安怎无用试试？马大，你是安怎无用试试？”亲爱的姊妹，咱伫人生中间，咱会无用什么？愿咱独一专心，为着上帝的国，甲伊甲咱定着人生的计划。咱甲主讲，主我要向着标杆直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知影耶稣所互咱即句邀请，其实嘛是命令。伊讲伫恁的一生中间，目标若对，你的人生的终局就对。所以耶稣讲，先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。兄弟，安静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？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的人，人生应该有什么种的改变？结局会怎样？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的意思就是，上帝你是上帝，你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你有绝对的主权。上帝，你对我的生命有主权，你决定我的婚姻，你决定我的事业，你决定我的一生。先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的意思，就是将你的人生所有的选择摆伫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参详。上帝的国临到，上帝的完全就是伊的义。那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生命就得到荣耀甲尊贵。兄弟，继续想，伫祈祷的中间问上帝：主啊，这句话你要对我讲什么？最后的终局，耶稣讲：人既然若跟对我放落世间的一切，伊就要伫今生得百倍，伫将来的世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兄弟，这就是耶稣讲所存的。你无祈祷，上帝嘛知，上帝甲恁陪伴。耶和华以勒，伊讲，迄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毋免求，因为恁的天父上帝知，咱的天父上帝嘛已经甲咱陪伴。阿们嘛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真做一个会晓选择的人。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耶稣伫伊真侪譬喻中间，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选择这个世间，还是选择上帝。伊讲人袂当有两个主人，若毋是拜马门，就是拜 money。马门就是 money， 就是钱，就是拜上帝。意思就是讲，人若毋是互世间来掌管，就是互上帝来掌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真清楚知影，咱若愿意互上帝掌管，咱的人生中间就伫上帝稳定的中间，伊甲咱陪伴。咱就明白保罗咧讲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的。兄弟，迄毋是一个形容词，迄是一个确实的应允。愿咱同佢今仔日个礼拜，搁一届觉醒，就亲像今仔诗会，美秀之书，伊敬虔用诗篇23篇，最祈祷，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也无欠亏。那这你听了，你有阿们吗？你有相信咱的人生真正无欠亏吗？愿天父上帝就是所想事万行好，无欠亏的上帝，将伊的祝福放伫咱的内底。咱的生命若有上帝，咱就拥有上帝讲。咱的生命若有上帝，咱所得到的就赢过这个世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正会当醒悟灵魂精英，会当明白。今仔诗篇25篇12节，大卫安尼讲：治水若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要指示伊应该行选择的道路。意思就是讲，当咱若敬畏上帝的时，上帝就要将咱一生所要行的道路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的人生拢有选择。人讲巧巧的查甫人，看伊选择的妇人人，就知影有巧甲无巧。一个会晓选择上帝的人，这就是上帝的祝福。因为毋是咱选择上帝，是上帝拣选咱。愿主的圣神帮助，互讲人必得到通达。因为圣经讲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人生中间正确的选择是对上帝的人。人生中间有真侪人真可惜，选择毋对。毋对的上帝，毋对的信仰，毋对的人生，毋对的婚姻，毋对的事业。人生中间上解烦恼的，就是选择了错过人生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求上帝的圣神安静咱的心，互咱知影，咱伫人生中间所无用，无一定是上帝看做好。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帮助咱知影，咱当然爱无用，因为无用是代表人生中间尽本分的态度之一。但是更加重要就是，咱为什么代志来无用？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人生上重要的选择就是为什么代志来无用？愿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今仔圣经讲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三项：第一，伫伊人生中间袂当欠的。如果有一日你若要去国外旅行，你来看你的卡网，因为你的卡网限制，照规定一卡卡网大概25公斤、20公斤。你若是 VIP 坐金卡，可能会加互你一卡，也是讲加互你到升等到30公斤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特别出国的时，咱会筛选，什么是我出国中间用会到，什么是我用袂到。无重要的物件就无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所需要就是，迄个咱需要用的，袂当欠亏的。那安尼伫咱人生道路顶管，什么是袂通欠亏的？唯一袂通欠亏的就是信、望、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选择上好的福分。圣经这个福分加这个福，加马太加迄个巴父的福，马卡瑞奥斯无共款。这个圣经这个字其实伊本身并无讲到福气。这个福，伊讲选择上好的部分呐，就是讲食牛排吼，你去到牛排你要点，你啊，甲迄个餐厅甲讲，我要爱上好份的，就七只牛中间对一份上好份，连牧师嘛毋知上好份的到底是对一部分。但是咱的人生中间乃要选择上好份的，伊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讲选择上好的迄个部分。咱的人生有足侪，这个世间有真侪选择上适合咱，就亲像咧娶某，毋是娶迄个世间上完全的，是找到上适合我，两方拢真适合合意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这是一个永存不能被夺去的，是一个永远袂失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
所以今仔日牧师暂停，互咱一个安静5秒钟。你问你家己讲，主啊，伫我一生中间，什么是我上重要？袂当欠缺。若无这项的祝福，就毋是我。求天父上帝开始对你讲话，互你知影，伫咱生命中间袂通欠缺上好的、永远的福分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听会了解，互阮想就会明白。所以生命的选择是一种的思考，就是你咧判断，伫你这个决定的背后，伊最后的影响是啥物？这就是智慧。箴言中间的智慧咧讲的就是一种的能力。箴言所讲叫妖法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智慧就是一个做决定、甲做选择的能力。牧师佮解说一解，智慧伊原本的字的意思就是能力，一种特别的能力。什么种的特别的能力呢？就是做判断、做选择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智慧甲咱的读册、知识无关系，因为迄是所有的最后终局。你咧判断讲，这条路通行嘛？这样代志通做嘛？我安怎选择是上界适合的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咱的心门拍开。搁较戆的人，若要倚靠上帝，戆人嘛会得到智慧甲通达。智慧就是选择，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决定。我选择这个虽然未趁钱，但是我选择这条路是上帝看做好。那这你知这个意思吗？就亲像耶稣伊讲，人若得到全世界，人若趁到全世界，那最后丧失伊的活命，有什么利益？钱、活命。对一项较重要，当然是活命，而且是永远的活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第一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2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求主教我为着我的人生做选择甲决定。求天父上帝，求圣神帮助我，伫我人生的道路顶端，伫每一个阶段，拢做我正确的选择。牧师嘛，为着这做阿嬷、阿公、爸爸妈妈的兄弟祈祷，愿上帝通过你来祝福恁的囡仔。伫咱的囡仔的成长过程中间，有真侪代志，咱到最后是无能为力。咱只有会当陪咱的囡仔，咱只有会当甲伊提醒圣经的原则，那么只有大道的部分。因为伫人生中间，每一个人有家己的十字架。兄弟姊妹，总是义人的后代，义人的后代，义人的后代。义人的意思就是敬畏上帝，和上帝做决定。这个家族的后代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拄则牧师有解说，智慧就是一种的能力，帮助咱做选择甲做决定，而且伫价值观念的顶端选择。这世间用真侪人用价值观念来表明伊的存在，但是伊的价值观念无一定是永存的。伫世间比较人的成就，常常看伊开什么牌的车。伫这个世间常常比拼的，看伊有成功无？就是伊是做头家，还是做新郎。伫这个世间所比拼的，这个人是毋是有成功，就看伊是毋是有产业，或者伊是一个一般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清楚知影，上帝国的价值观念，常常毋是安尼。所以保罗讲，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现在思考这句话，这句话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，
这句话意思是讲，虽然我无拥有这个世间的世俗，才会正清用，但是我有上帝的荣耀，因为上帝讲，无耶稣讲，唔通烦恼你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因为迄是外邦人、世俗人所竞选的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智慧的灵对恁讲话，互恁真侪有智慧的阿嬷，互恁真侪有智慧的爸爸妈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人的一生就做什么？圣经是一本咧教人过人生的册，圣经是一本教人甲上帝同行的历史。所以圣经有真侪人因甲咱同款，坐伫这个所在，坐伫古早，拢咧问：我的将来会怎样？我的一生要做什么？所罗门伫伊的传道书第2篇第3节，这是我一生中间足爱的一句话。我常常咧问讲：我的一生要做什么？才会通互我家己得到一种的感觉，讲有价值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约伯也是安尼，所以约伯记甲传道书拢互人叫做智慧的册。约伯记甲传道书拢互人讲做智慧书、智慧的册。约伯记第34章第4节的中间，伊讲：咱着选择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好的。兄弟，看伫你的手，安静祈祷，主啊，帮助我选择行正确的路。上帝啊，帮助我讲应该讲的话。主啊，帮助我的手，互我做对的代志，做应该做的代志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帮助咱，因为伊是一个大牧者。牧者的意思就是带伊的羊群，因带伊的羊群，照顾伊的羊群，带到青翠的草坡的上帝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上帝要指示咱，伊要带咱去，咱要选择人生的道路。所以，基督徒独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主耶稣，你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分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一生最大的福分，这就是正确的选择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安静祈祷。对今仔日开始，讲道结束，但是人生无结束；讲道结束，但是信仰的道路、信仰的旅程甲功课无结束。圣经中间有真侪真熬做选择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咧所选择的中间，牧师提醒你有几个故事，会通帮助咱做安怎做好的选择者。耶稣就是一个上好的模范。耶稣选择屈给家己，圣经讲伊本有上帝的形象，却屈给家己选了人的样式，做上帝的奴仆。耶稣就是这种的模样。所以耶稣讲：“我留落我的模样给恁。”耶稣将伊的选择的智慧嘛赏赐给咱。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选择将咱内面这个人该请一边，互上帝进入咱的内底来做主。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做主宰、做大牧者，引带咱。搁落去就对亚伯拉罕、摩西、约书亚。因拢有真水的选择，我特别真爱亚伯拉罕的选择。亚伯拉罕有几个选择，是影响伊的家族到万世代的选择。伊伫山头顶悬选择献以撒，选择敬畏上帝，迄是伊一生中间上要紧的选择。上帝，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给我的，独独耶和华，你是袂通无的。亚伯拉罕伫山头的顶悬，甲罗德就是伊的弟啊，两个人要分财产，所以因看到迄山头chỗ的下面因的产业，因拍落来的这个领地。亚伯拉罕讲：咱是亲情，咱唔通为着财产来冤家。所以亚伯拉罕甲罗德讲：你先选，看出去了后对一边你要选，互你先选。圣经讲，罗德就选当时的五都5个大都市，索多玛、俄摩列，
真繁华平原的雾都，伊选了落山，剩阿伯兰伫山头讲惨啊！上好互伊选举我拢无啊！阿伯兰无安尼想。当罗德离开了，上帝甲伊讲：“你所看的，我赏赐互你。”上帝所互伊迦南地，一直到今仔日，犹阁是以色列人的子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选择毋是咱一生就结束，这个选择是久久长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耶稣咱学到这个选择。圣经讲耶稣甘愿卑微家己，全心顺服到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样相，真做咱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选择。愿咱做选择的时阵，第一考虑的，就是将上帝的旨意摆伫咱的心中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真实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虽然世经，咱的教会人数虽然无济，但是咱中间若出12个使徒，咱就伫上帝的国度顶悬有份有价值的将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每一个人拢真做耶稣基督精英的学生。咱学习耶稣，伊讲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家己甲上帝的平等，最所着接受的。意思就是讲，伊一生所坚持的，是互上帝做决定。伊无甲上帝计较，伫遐计较讲，我甲你平等啊，是安那开我来顶是毋是？无你去嘛。这句话意思就是，无掠家己甲上帝做平等。一生所坚持、所接受的，就是愿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基督徒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放弃主张，伫上帝的带领的下面，安静顺服。虽然检测无了解，虽然检测委屈，但是主啊，你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，上帝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，听会明白牧者的声，听会明白牧者的声的羊仔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亲像耶稣基督。有一日，咱的囡仔后代咧纪念咱的事，因安尼讲，阮的祖先，阮的士大人。因是一个真听耶稣的人，因一生生活努力要对耶稣的脚步，真正亲像耶稣的人。愿主祝福恁的生命，荣耀上帝，利益恁的子孙。看无家己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，看无家己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。这句话真哲学性的讲法。我无选择就是一个选择，保持沉默就是有主张。也这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亲像阿伯拉罕，也亲像耶稣。伊无家己的主张，但是伊无主张的事，就是上帝的主张。也这，愿圣神帮助咱明白，其实这就是一个上奥妙的选择，上奥妙的选择。伫上帝面前，咱无咱家己的主张，独独只有上帝的主张，这就是主张。主帮咱，我伫我1988年要毕业的时，对新人院带一本册来到德堂。迄本册的册名叫做《放弃权利》。伫本册中间，伊讲到做牧师伫人生中间10种的选择，伫迄个选择的中间。互上帝的选择做牧师的选择，迄本册就是伫中国的内地会因设立宣教书的时，必读的教科书。因为发现人的人生中间有一种的软件，人会堪得，也愿意吃苦，但是人真困难吃亏。恁听吗？足水的话呢？
又讲这个宣教师虽然对远远的国外，因带着迄种真尊贵的愿意背十字架的心，要来准备伫送乡的国家受苦。伊发现这个宣教师中间愿意受苦，但是人甲人中间共同的生活时，就发现出来一种情绪，无愿意吃亏。所以因的神派就是前辈，就甲因讲提醒，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放落家己学习耶稣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这个话，因为牧师无比恁较高，咱拢同款，咱拢是耶稣基督的羊仔囝。耶稣爱咱学习伊的模样，因为当咱付出的时阵，咱就得到；就咱付出的时阵，咱就得到。愿主讲互恁听。所以第二个祈祷，我要甲咱邀请兄弟姊妹，爱伫上帝的面前来得到这种的能力，伫上帝的面前来得到智慧。这个所在甲咱讲，属灵的智慧就选择实在是一种属灵的智慧。所以巧巧人伊一生中间所做的选择，影响到一世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圣经讲是通过理性，通过感性，通过感性，通过理性，最后所做出来正确的判断，这就是箴言中间所咧讲的智慧。伫上帝面前讲，主啊，我虽然知影安尼，我目前是吃亏，但是主啊，不要紧。虽然为着听人的缘故，为着赦免人的缘故，为着宽容的缘故，为着和谐的缘故，我无计较。但是上帝，你知，伫这种最的选择的下面，上帝伊亲自来补满，伊用伊的祝福，互咱得到保障。所以箴言中间真爱讲的两句字，就是聪明甲智慧。智慧就是选择甲判断的能力，智慧就是一种的能力，帮助人做选择甲判断。什么叫做聪明？聪明就是伊目睭看会到美角。咱讲内行人看外行人看热闹嘛，内行人看门道。像聪明的人，伊目睭一看，伊就知影美角伫什么所在。迄叫做英语叫做 insight， 就是讲伊有洞察的能力，伊看会清楚。英语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understanding， 就是伊有一个理解、真理性、逻辑的心。牧师甲恁解说，这个毋是要解说圣经的字尔。牧师要请恁甲上帝讨。主啊，伫我的正手顶悬，求你赏赐我智慧；伫我的倒手顶悬，求你赏赐我聪明。兄弟姊妹，阿们。主求你将智慧甲聪明放伫我的心内，互我成做一个会晓选择的人。咱倒来到今仔日个圣经路加第10章42节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一生中间袂当欠缺的。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好的部分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帝所予伊的，无人会当甲伊抢夺。愿天父上帝有愿安尼恩待咱。耶稣既然讲这个故事，耶稣就是期待逐世代伊所听的，伊的学生、伊的宝贝、伊的兄弟、伊的囝子，会当亲像玛利亚同款，伫一生中间享受天灵来的福分。所以玛利亚的选择是选择一项选择上帝的尊贵。当一个人会晓选择上帝的尊贵，英语叫做 choose to be great。great 不是干那叫做伟大的意思，完做伟大当然是一个真普通真正常的翻译。但是牧师较爱互咱提醒，就是唔通用伟大也是成功来看咱的将来，来用荣耀卓越。就是我的生命要真侪进入特色，甲人无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为你的囡仔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互平凡的草地囡仔，将来嘛会当伫世界舞台顶悬，伫世间的各所在，通有份伫上帝伊真奇妙的所在。
上帝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伫伊的面前知影耶稣所讲上好的福运。耶稣有讲出来迄个答案。伊讲选择上好的人是安怎呢？什么意思呢？耶稣伫伊的马太福音山上宝训，伫伊的讲道中间又讲，独独恁着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。进入上帝的国，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、光明的国度、一个义的国度、一个分别最善的国度。所以进入上帝的国度了后，上帝就用伊的阳光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所以保罗讲，既然长大成人，就弃杀迄个囡仔的事。现在你会记迄句话吗？记载伫《爱的真谛》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当爱的真谛保罗讲了后，伊讲着一句话：既然长大成人了后，就弃杀迄个幼稚、迄个世俗遐个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主亲自甲咱讲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会晓选择。因为耶稣甲咱讲，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奥妙。选择什么？选择活出上帝国的百姓的生活方式。所以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有另外一本护照，迄个护照就是天国的护照。所以伫这个世间，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，会记得早迄本，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因为伊用伊的宝血甲我吸引。伫我的生命中间有一本，就是永远的国度，上帝国度，伫地人，亲就伫天人。愿主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了后，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。主，我已经知，今仔牧师甲阮提醒，阮要选择上帝，你做阮的上帝。就像伫圣经中间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约书亚。约书亚甲伊的兄弟姊妹对摩西，约书亚甲伊的兄弟姊妹作为对摩西对埃及出来。当摩西年老离开的时，约书亚代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。但是伫以色列人有纷争的时，约书亚讲一句话：恁若感觉敬拜上帝无好，你请我无用。伊的意思讲，你可以选择你们要的宗教信仰。约书亚甲伊讲：轮到我，甲我的家，我是有主张的人。轮到我，甲我的家，我既然决定要做基督徒，伫耶稣的面前讲阿们的事。论到我甲我的一生，我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啊，这安尼是毋是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选择正确的，咱选择正确的立场。伫上帝的面前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就是选择世间，一种就是选择上帝。我真爱这个牧师，伊伫200年前伊讲的这句话，伊讲今仔日的教会世俗化。上大的危机就是选唔到边，因去徛伫这个马门，徛伫这个世间迄边，却无来徛伫上帝这边。现在，请问你愿意徛伫对一边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。保罗讲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被世界同化。心思意念更新改变，唔通互这个世间来甲咱妥协。所以保罗讲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罗马书12章第2节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选择是什么？愿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帮助我。愿咱亲像耶稣基督的选择，愿咱嘛明白约书亚，伊讲轮到我，甲我的家。现在你愿意将你的家庭仰望上帝吗？你愿意将你的囡仔献给上帝吗？愿咱教会虽然变幻，但是上帝用伊的荣耀来改变咱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恳求你的圣神，对每一个我的姊妹兄弟
特别是教会的青年来讲话，恳求你的圣神光照伫每一个人的内心，互阮真正伫人生的道路顶悬醒悟，会通明白。主，你伫头前甲阮安排定着生命的标杆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伫选择的时阵无丢除，无犹豫，求你赏赐智慧甲聪明，互阮伫人生的道路顶悬会晓得选择上帝你对天降临的天国。主，求你帮助阮醒起来，晓悟上帝你的荣耀赢过这个世间。愿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祈祷，赏赐天国国民的荣耀，就是上帝你圣洁的百姓。阮同齐伫你面前决志敬虔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们。